我去，朋友们，你敢信？我刚刚和马老师去吃饭，今天那个餐厅我们去吃米兰烩饭，特别体验感特别好，我之后可以给你们总结一下。然后啊，今天一共有4桌，3桌过生日，然后他还送，就是我随意跟他一说，我说今天我过生日很开心，因为他给了我一个中文的米兰烩饭食谱，然后我就说我今天很开心，怎么样，然后他竟然送了我一个甜品，还带那个烟花，就是呲的那个烟花，一共有4桌，3桌都过生日，然后服务态度特别好，然后结尾他还跟我说那个中文谢谢怎么样，然后主厨还过来了，然后就问可不可口啊，好不好吃啊。我天哪，这钱我花的是心甘情愿啊，体验感太好了，这家真的不错，而且又好吃，服务态度又好，人情世故给你整的嘎嘎的，就是那个服务老到位了啊。